你，搁伫我白目，搁伫我。别给我拍。我就是要甲你拍，你要安怎你Follow AYO 台语好耍哦！大家好，我是台南妹啊。顶摆咱已经甲白话字的18个声母拢学了啊！耶！所以咱今仔日要来教大家韵母。啥物是韵母？你若有看第1集，你就知影，一个音节内底放伫头前叫做声母，放伫后壁叫做韵母。进前无对着的朋友，你会当先去看头前几集的影片。台语白话字的韵母甲日语正像，咱要学日语的阵会先为50音开始学嘛。日语的母音就是 R E U A O， 这大家应该拢有听过。台语有6个基本的单母音 R E U A O， 安尼加一个尔，其他的拢甲日语同款，所以大家一定拢会晓念。我等下甲大家特别介绍无共的所在，唔免烦恼，你一定记会起来。第一个韵母是阿婆的阿，之前有讲过阿婆食披萨的阿，这个阿吼，伊嘛定定放伫名词的后壁，像讲鸟啊后壁的啊嘛是阿，鸟啊、猪啊、狗啊、猫啊，拢是妹啊，妹啊，你毋是？哇，妹啊，对，台南妹啊的啊嘛是这个啊。第2个韵母就是伊。你看伊一个直直，伊就做成个数字的伊，所以伊就是医生的医。咱即马讲到医生，顺续甲大家讲一个吼，咱定伫台语内底会讲唔对的所在。华语咱讲看医生，台语内底咱爱讲去互医生看，唔是去看医生，因为你若去看医生，你的病袂好，你爱互医生看才会好。第3个韵母就是有。有就是贪污的污，贪污吼，这个字咱伫台语内底嘛会当讲食钱，这个人是食钱官，就是贪污的意思。污你嘛会当记污染的污，就是这个污。第4个韵母是我家己咧学的阵，我拢安尼哪讲哪写出来，自然就记得起来。对，就是现仔的现仔，毋是 Q 现仔哦。是这个动作，这个动作叫做所以咱会讲现仔的莫讲讲你是咧 Q 现仔哦 ，Q 是安尼 Q 哦，毋是这个动作，无共哦。你若无细字吼，去甲人揢着，小可弄着，这个动作嘛是咱会讲歹势无细字，甲你着。真侪人拢会写做英语的嘛，咱即马就知影台语正确名怎写刷来第5个，这个是这个伊是日语内底无的母音。咱会当讲蚵仔的台湾的特色蚵仔煎的我上较爱食的菜，东蚵的上尾一个单母音，这个叫做我拢记讲边仔有一点所以伊就叫做天乌的天乌的搁有我的猫仔叫做乌链的乌链不爱来。以上就是台语白话字内底6个单母音 R E U A O。咱之前已经教了声母啊嘛，咱即马就当来写一寡声母加单母音合做一伙的音节啦哦。这字要安怎读？科啊卡卡就是灶骹的骹，d i d 猪仔的猪，哥乌龟金龟的龟。s a c 阿西的西，阿西就是戆戆安尼傻瓜安尼意思就对啊。阿西坡风坡的坡，边仔一点所以是毛头毛的毛。好，安尼咱已经会晓甲声母甲韵母甲做伙啊，对无？咱即马共款来看一寡我甲恁传的影片，有真侪人讲因特别干那看影片尔，嘛会使啦，好啦，你欢喜就好啦吼。咱即马就来看好奇的影片。妈妈，想要咱到家有钱？哎呀，讲紧呐！因为爸爸足够下钱诶。爸爸够下钱？爸爸够下钱，足够的哦。爸爸够下钱。阿爸下钱，阿爸下钱，A 啊啊啊！
阿婆的阿，鸟仔的鸭。你要嫁互我无？会紧张无？紧张无？歹吵啊！安尼会使无？讲一摆。好，你要嫁互我无？好啦，会使啦。好。等，一定创啥？啥？一定创啥？你创啥？你哪里家？我要。歹势啦！我爱的是伊啦。啥？我爱的是伊啦，你莫搁翕啊啦！哦，莫翕啦！我爱的是伊，我爱的是伊，爱，伊，医生的医，碰伊的伊。哎呦，我有买一个布丁要食无？哦，免啦，等下。无，我有加买一个电影票，你要看无？我带你去看电影。免啦，等下啊。我有写一张配互你。I hate you， 我不爱。哦，you 就是干那遐只有啦。I hate you， 呜 I hate you， you， 呜，贪污的污，污染的污。哇，昨下日我帮恁看电视的最恐怖，一个物件互恁看，你看这是啥？你是 ET 吗？你哪里家啦？你来这创啊？来的，我俾你的。ET 会晓讲？ET 会晓讲话？ET 会现仔会使会。歹势，我听到。哪有这啦？这送的卵啦。歹势，嗯。我咧补卵啦。你补卵？会使继续。补卵，补卵，鹅啊会鹅，东鹅会鹅。我要倒去啊！对啊。干咩啦？你的嘴有一点乌乌啦。乌。嗯。嘴边一点乌乌，嘴边一点乌乌，蚵加一点乌。天乌的乌，乌啊的乌。耶！安尼咱啊伊有 A 2 O 拢学了啊，对无？拢记得起来吼。再来第二个部分，佮有双母音甲三母音。双母音，你听伊的名，你就知影伊就是甲两个单母音组做伙，就变做一个双母音。啊，毋过毋是逐个组合拢是有意义的，咱家己整理起来。台语的白话字内底，拢总有8个双母音。第一个啊加伊叫做 I。B I 的 I 就是这个 I， 第二个啊加 U 叫做澳洲的澳 ，E 加啊 E 啊鸭子的鸭就是这个鸭 ，E U U 青幽的幽 ，E 腰山腰的腰 ，U E 微风的微。乌啊蛙唱歌的歌蛙歌，内底就有蛙。落尾一个乌的蛙
像西瓜，即个瓜就是歌话瓜，我甲话这两个双母音，咱咧写的时阵会甲顶悬迄乌乌省起来。 因为双母音内底无啊甲a 即个组合，所以咱就直接甲迄迄点省起来。啊，咱就爱知影讲伊是读做哇甲哇安尼。落尾剩两个三母音，你想看卖三母音是啥物意思？就是迄个字内底有三个母音，就是遮尔简单尔。咱来介绍这两个三母音。第一个是以凹腰，咱就讲巴肚枵的枵，巴肚做枵的枵。啊，搁有啊了钱。 了钱的了嘛是了了了钱的了，再来第二个 o i y， 这个所在甲头拄仔同款，咱甲迄个 o 边仔迄点 o 省起来，就写做安尼。y 咱会讲歪哥起出的 y， 物件歪的 y， 这个 y。好，安尼咱即马来练习甲。 双母音、三母音甲声母甲做伙的一寡音节，即个是子、腰、招、金蕉的蕉，好、花、批、光批的批，光批就是明信片的意思。高位龟、分家龟的龟，分家龟的意思就是吹牛、操蛋。高歪乖乖乖的乖，保腰。 标目标的标，落尾咱来溜一摆今日学到的单母音、双母音甲三母音。单母音6个 ，a、i、u、a、o。双母音有8个 ，i、o、呀、u、y、w、w。 三母音腰 y， 耶！母音咱已经会晓一半，后一半是啥物？片化了的母音，片化就是咱知影台语内底有真侪片声的所在，所以这是咱后一集会教大家。今日咱就先教遮的母音拢练习无好，读无好势，啊你看到了，你会当念出来，安尼你就已经足够啊！拍拍拍者。 其实这个过程吼会当做轻松的，所以莫阁一直甲家己讲哦，台语做人我学袂晓，你一定学会晓，你绝对学会晓。吼，你若有心，你绝对学会晓。你若有介意我甲你教的方式，请你伫下骹甲我试一个赞，试这个毋是这个哦，这个哦。啊，阁有去我的袂重要，台南名甲你讲台语，嘛是试一个赞 ，follow 我的 Instagram， 我会伫顶悬甲大家做伙复习。咱后摆嘛爱继续收看文宝的后一集哦。 耶！大家拜拜，好吗？我有写一张批，你要看一个咯。我无爱啦，真是。拜托啦，哎呀。无爱啦。哦。